今時今日求職唔只係搵份工咁簡單，而係一場個人品牌大作戰。想喺求職場上突圍而出，唔可以齋靠黑白灰套裝啦。呢條短片會分享8個攻略，幫你以最有心思嘅穿搭，喺0.01秒內捉住面試官嘅眼球。記住，睇到最後仲有彩蛋㗎。攻略1：配合文化。每間公司都有佢自己嘅性格，見傳統大公司穩陣嘅深色西裝係基本，但如果係型格初創呢，就要加啲換味元素啦，例如跳脫嘅配飾或者藝術感飾品，嚟展現你嘅獨特品味。攻略2：釋出真我。從事創意行業嘅朋友仔，更加要着得有個人風格。例如用有吊染效果嘅格仔衫，內搭黑 T 恤、黑褲同酒紅色高筒鞋，再配啲有性格嘅飾物，加埋部靚相機做道具，就令到整體造型充滿藝術感啦。但係要避免大面積嘅鮮豔顏色，咁先至可以展現莊重得體嘅專業感覺。攻略3：細節決勝。唔好以為黑西裝白恤衫就悶到爆，如果加條有心思嘅領帶同埋型格呔夾，仲可以摺起袖口，露出你嘅手錶，即刻為沉悶造型注入個性。另外揀黑白間恤衫，可以令你望落更修長，氣場都勁啲。記住，面試官最中意留意細節㗎。攻略4：微化雙修。企理嘅髮型係門面擔當，而修整得宜嘅眉毛更能凸顯面部輪廓。男女生都應該修眉甚至畫眉，唔單止提升顏值，仲俾人一種專業細心嘅好印象。攻略5：科技加持。唔好再戴老土膠錶啦，揀隻設計簡約嘅智能手錶，幫你監測健康、顯示行程，同埋有更好嘅時間管理，絕對提升你嘅專業形象，展現效率同埋科技感。攻略6：腳下生風。一雙靚鞋唔止提升自信，仲直接影響你嘅氣場，所以千祈唔好着露趾鞋或涼鞋。男生可以揀經典嘅布洛克鞋或者僧侶鞋，女生可以揀芭蕾舞鞋、樂福鞋，型啲就配短靴。攻略7：香味印象。好睇小味覺嘅力量，男女生都好，淡淡嘅清香，絕對為你嘅專業形象加分。但千祈唔好噴到狗脷都聞到。記住，適可而止，俾面試官一個舒服又難忘嘅香氣記憶。攻略8：視像吸睛。視像面試係新常態，所以上半身嘅穿搭特別重要。記住上衣唔好太低胸，揀啲別緻嘅領口設計。男生可以喺西裝領或花紋上加啲心思，同時背景嘅配搭亦好重要。選擇柔和色調嘅畫作，唔單止提升氣氛，仲可以令你感覺更專業同有品味。尤其喺群組面試時就更容易脫穎而出啦。記住，見工穿搭最重要嘅原則係展現專業感同個性。希望呢8個 tips 幫到大家，令你喺見工時更加出色。如果想睇更多職場實用資訊，
記得追蹤我哋嘅頻道同埋社交媒體啦。最後，仲有個終極彩蛋未分享㗎。其實建工最殺食嘅配飾唔係名牌手袋，亦唔係限量版波鞋，而係你自信爆棚嘅笑容。所以建工前對住鏡練習下，再加句我得㗎，即刻幫你叉滿電，令你有超水準表現。喺呢度祝大家面試成功，搶到薪水好工！